总统赖清德在苏瓦第二国王的专机过访问，今仔日早起转来到台湾，强调台湾袂因为打压就退让。巴西有一只小飞机在瑞奇区造成3人死亡，另外美国联合航空的客机降落飞上低，撞到卡车降落顶。游轮丰迪亚4号3个人染到旱滩病毒死亡。专家分析，气候暖化、都市发展、人口增加是鸟鼠变质的原因。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就来看赖总统访问苏瓦蒂尼的行程结束，今仔日早起已经转来到台湾啦。赖总统这次来回拢是坐苏瓦蒂尼国王的专机，苏瓦蒂尼的副总理查杜利专程护送。赖总统转来到台湾了后，就随发表谈话，强调咱台湾是袂因为打压就来退让。这撮行程受到阻碍，颠倒是互国际看到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这回赖总统这款出访是用 ATA 模式，也就是讲秘密到位了后才来宣布。过去多数是2种情形才会采取这款方式，一种是半中路会经过高风险的国家，亲像是美国的总统要去战区、去伊拉克、去阿富汗的时，也有乌克兰战争了后，总统泽伦斯基要去访问美国的时，也是用这款方式。也那另外一种是过境非邦交国，像总统陈水扁、马英九拢有案例。不过使用 ATA 模式去访问友邦的赖总统，这撮是咱台湾有史以来头一届。历经了84个小时，来回25000公里的飞行，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次拜访友邦史瓦蒂尼的外交任务。结束访问友邦史瓦蒂尼行程，总统赖清德初5早起回国，4架空军 F-12战机护送。赖总统首先感谢苏国温暖坚定支持，因为副总统杜查理来回拢专程陪伴，确保航程安全。你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型的最佳女主角。中华民国台湾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应该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赖总统初时离境进前，苏国总理戴罗斯、外交部长戴伯利也亲身上机，也有传统歌舞表演。搁一摆坐苏国 A3次空专机，不过甲初2期航线用上体路径，专机飞行时先飞向丹南平，无经过临时取消飞行许可的马达加斯加甲摩里西斯飞行情报区，搁行库克南的路线，原离中国甲南海上空飞过印尼、菲律宾到台湾，中途无停靠加油。赖总统强调，虽然有受阻，不过台湾被因为打压，就求起台湾人民有权利走向世界。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平凡不过，就像我们出门拜访朋友一样，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这一次行程的一度受到阻挠，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赖总统倒了后，也马上接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问团，伊指出，虽然两国真远，不过同款面对复杂的区域情势，让伊深刻体会，爱一直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社会韧性，才能确保和平。Your support and your friendship before October 7 and especially after 7, Taiwan was the first nation that's standing behind us and support us. We appreciate that. 以色列前国会议长李维表示，因探中东电会期间来台，就是要传达两国之间情谊坚定，佮希望双边在经济、AI 甲安全等领域继续深化合作。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月中，美国总统 Trump、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要伫咧中国见面，咱台湾真有可能是双方讨论的话题之一。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小野市五典就呼吁美国立场要坚定，若无对美国是真大影响。美国空军师妖怪军用运输机，即阵互中国民众看到降落伫北京国际机场，拢搭伫社群讨论。为初二、初四至少看到4台，互人认为是传习会先做准备工作，包括运输车队、通信设备甲安保系统等。美国方面嘛已经预告，川普会伫5月14至15访问中国。川普伫北京接见小型企业代表时阵讲，会对习近平讲到两国的 AI 竞争。
And I'm going to go see President Xi in 2 weeks. I look forward to that, but I'll say I'm leading. We have very friendly competition. But it'll be a very important trip. 台湾议题是毋是会伫川习会讲到？中国外长王毅进前伫甲美国国务卿鲁比欧的通话中特别强调，台湾问题关系中国主要利益，是中美关系上大风险，爱美方做出正确的选择。日本自民党籍前防卫大臣小野氏五典伫华府智库 CSIS 研讨会呼吁川普坚定应对。If President Trump says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construed as being more wobbly than what we've had in the past, this could have a great impact. The U.S. It's important for the U.S. to continue to have a firm attitude. 北京当然希望从川普口中能够讲出一些更朝向北京所期待的方向前进啊，这里面就出现了所谓的反对台独这样的可能性啊，但是目前从美国的总统口中这么多年来，还并没有听到美国的总统直接公开表述说，美国的政策是反对台独，因为反对台独在这用字遣词的这个严重程度或它强烈程度上，明显还是会高过于不支持台独这样的表述。对于外团是毋是促成对台不利的第四份美中联合公报，学者李大中认为几率真低。不过嘛分析，比起公开文字，北京伫实质政策，更较希望美国会当符合期待。亲像讲，还有一笔较大金额的对台军售，是毋是川习会后向美国国会进行通知，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咱国造的长水艦海鯤号今仔日早起阁出海测试。咱甲美国做的超雷系统是1个月就要到期啊，所以讲测试压力时间真长。继国外月，占南国造海鯤号测5伫高雄港，这次总统大清朝亲身巡视了后，海鯤号第一摆出海展开第7摆畅水测试。海鯤陆战队突击艇带船混进乌龟鱼，无人艇伫边解号，早起7点，海鯤号驶离港口，紧大批军事迷来加油。最近还会再做几次的测试，然后最后一次的话会打超雷。李大船设立7月到6月目标，存无到2个月。海鯤号目前畅水深度愈来愈深，后续要规划看暝测试。外界佮注意海鯤号什么时阵爱有上重的超雷测试。我们是否有向美方这边租借超雷验测的装备？是有的。报员，我们租借的这个期程，今年的5月份会到明年的那个年中左右。海鯤号潜舰，如果说真的要测试超雷的时候呢，它旁边呢一定有所谓的借护舰艇，然后上面的搭载我们叫水中爆破作业小组的人员等超雷设计完毕之后，他们去乘着橡皮艇去把那个超雷蚀毁。咱向美方乘组的超雷系统走向本个月到期，大船后时间压力就来走。海军也表示，若无法度第一期航完成，会协调申请延后造向。专家指出，海鯤号爱加做作战舰舰，爱验证武器系统通过打超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飞安事故，巴西有一架小飞机在瑞市区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原来美国纽泽西是有一架美国联合航空的客机，降落的时飞了伤低，弄到高速公路的卡车甲路顶。行车记录器翕到惊险的这个时阵，每当时间7:30下晡，这台火车驶伫 New Jersey 高速公路顶悬向出车祸。Oh my goodness! That thing hit that. 弄车的这架这么大只的是美国联合航空的波音76748客机，伊当阵当准备要降落伫纽华克机场，所唔知什么原因飞伤低，记录器唔但会着路顶，佮弄破拖拉机的挡风玻璃。You see all that wind? Oh my goodness! 好在拖拉机的司机和机顶的乘客拢平安无代志，但美国运输部长大骂事故伤悍，主管单位嘛介入调查。就伫过两天，巴西一架私人的细架飞行机对东南部的大城福京市出发，准备要去圣保罗，但是起飞才几分钟，飞行机的高度就快速降，伫做一个挖角闪较悬的楼仔房了后，直接弄到一栋3层楼的建筑，甲外壁弄破一个大坑，飞行机的残骸落伫停车场密密麻麻。
一道消防人员由封锁线入去残破建筑物的搜救，当地消防部门证实，这个空难造成机顶政府驾驶是当场罹难，3个受伤的乘客紧急送病院了后，其中1个人伤势相当不治。飞行机闪落摔落来，飞安当局已经进驻现场去调查。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台北这暂时出现真侪鸟鼠，亲像咱边这只共款，安尼四季总是引起大众惊吓。国外某一只邮轮亨利亚4号，船顶有6个人染着汉他病毒，已经有3个人死亡啊！相信都有不少观众朋友会想讲，这鸟鼠的问题哪会形象变甲遐尼恐怖？不过根据2025年一篇发表伫咧《Science Advances》的研究，全球有16个城市，这10冬来7成拢有鸟鼠明显变侪情形。主要的原因就是气候暖化、都市发展、人口增加。气候暖化，这鸟鼠的生态期延长，愈生愈侪。都市发展，大楼的广线、地下水系统，互鸟鼠有愈侪空间通好住。人口增加，这单调的食食甲粪扫就愈侪，这鸟鼠挺好食甲肥肥。要处理鸟鼠的问题，毋是干那下药啊偷就有效。台大公卫学院的教授詹忠权就表示讲，甲环境变甲无适合鸟鼠生存，这是长期的防治策略。包含改善粪扫的管理系统，减少鸟鼠的食食，调整建筑物的设计，互鸟鼠无地通住，而且嘛要建立监测机制，亲像美国的纽奥良都有专门的监测系统，伊嘛有加强甲民众合作，控制鸟鼠的问题。I am currently on board the MV Hondias, and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is very real for all of us here. We're not just a story. 医护人员测试贝克利洪迪亚4号，甲2个出现汉他病毒、呼吸道病症的船员撤离。目前船顶还有150个人走袂开，因方要求伫咧船顶隔离，内心真焦切。There's a lot of uncertainty, and that's the hardest part. All we want right now is to feel safe, to have clarity, and to get home. 实验室结果已经确认，一个出现病症的患者感染汉他病毒，另外一个已经过身的荷兰查某人病毒检测嘛是阳性。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船顶6个受影响的乘客当中，3个人已经过身，3个人病情严重。不过，这摆的状况对公众的风险是较低，无需要惊吓，也是进行旅行的限制。I'm not worried in Cabo Verde. We have to say that still the risks we are investigating because on the road, on the boat from Argentina, there were people hopping off the boat and on the boat on different islands on their way to Cabo Verde. And so there is a transmission risk. 维多角政府要是无稳准洪迪亚号客换，船顶当咧积极和西班牙政府联络，找找互乘客落船撤离的可能性。汉他病毒主要是客机动物胃炭，尤其是接触到因的尿、屎、喙烂。专家就指出，汉他病毒的暗作期可能长要几若礼拜，有一寡感染者初期会出现亲像流感的状况，亲像发烧、亚痫，暗过病情真紧就会恶化。也若讲病毒的来源，目前还无确定。荷兰公共卫生机构就推测，可能是船顶的鸟鼠啊喂炭的，嘛无排除乘客伫咧南美洲停靠的时阵感染的。有一寡研究嘛显示，伫咧阿根廷，还有智利出现一种汉他病毒的亚型，也有少数人喂人的案例，这可能性目前还搁伫咧调查当中。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日本也咧休年假，有真侪人出去佚佗，说是当地天气变化有够大。这当5月初，都有袂少所在升到30度。也那东北到关东地区是因为透强风传出灾情，北海道迄边的平地是罕见5月还咧落雪。日本西北部的气象厅测试下晡，路顶悬人车真少，原本不应该落雪5月，中昼过后煞开始落雪，几点钟了后，路面积雪几公分。清心县是出现强风，门后顶头看板被吹甲直要落落去，过路人也爱弯腰行，才袂互风吹倒。日本气象厅指出，受低气压的影响，为东北甲关东地区的广大范围拢出现风势正强状况。其中，静冈机场的观测站测试测到的相关风速每秒24.7公尺，北海道北边靠海近测测暗时风速每秒30公尺。东京到苹果高速公路沿线道路受后强风连引袂起，现在参观的上天顶传出强风吹起物件拍落电车的电线，影响部分房车被迫停驶。
解。县政府所在行平区要大树雨强风吹断去，规丛落落河川内底。昨日のやっぱり風でも今まで初めてで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てるなんてちょっと思わなかったです。各个还没情形出现伫河谷山关，这10个人伫困梦当中，树向雨强风吹断去的树啊拍着，过穿过天棚，渡向伊的面床。僕がここに寝てて、でドーンという音とともにこの木が刺さっていたっていう感じで、天井突き破ろうとドーンっていうのしか記憶にないんです。数センチ横にこう来たんで、もうちょっとずれとったらもう当たってたかなっていう。对强风可能造成的灾情，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对强风造成物件落落去的危险，甲交通运输受到的影响。即摆日本的儿童节连续假期为4月25放假，5月7日趁年假特别结束，未少家长带囡仔到公园或者是游乐场佚佗。不过根据气象资料，包含东京都甲山梨县。部分的所在测试上高温超过30度，全国各地高温要25度。暑すごい暑い。どんくらい暑いかな？查某囡仔是真无奈，即马热天到啊，梅雨季节也要来啊。气象厅指出，上汤平Okinawa县进入梅雨季的时间，比2005年早1天，甲以前的平均比起来是早6天。公视新闻，徐家珍报道。加拿大西南部山椒油的亚伯达省，即阵发要独立的声势愈来愈强。分林派头人5月初4已經到30多萬份的人數，爭取10月舉辦獨立公投。You guys brought us here. Without you guys, none of this happens. 加拿大阿伯达省的分离主义领袖史威斯特，这是向选举局交一箱搁一箱的文件，内面的人数签管数是超过30万份，已经超过法律设的户顶真济，会当互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省份举行独立公投。就把支持群众是会拿色的升旗，伫咧送交文件的这个时阵，现场欢呼的声音嘛到上大声。We're not like the rest of Canada. We have different politics. We vote 100% conservative. We're being ruled by liberals that don't think like us. They're trying to shut our industry down. 阿伯达省的分离主义者讲的是石油产业，因认为讲执政党以环保之名，摧毁阿省的经济命脉。这个有500万人口的西部省份，只是独立的阵营几十年来地位拢真边缘。但是这场运动最近几个月，脚步是愈来愈紧，比较早的任何时阵，我启动公投拢较紧。民调显示讲，分离主义者的支持率差不多是30%，但就算联邦主义的迄边，伫有可能的公投内面赢。双方的领袖拢讲，这个过程已经永久改变加拿大。这伫联邦派活动人士阿伯达省的前副省长卢卡扎克看起来是一种叛国的行为，而且表示讲分离主义运动得到右派省长戴思明的帮助，以寻求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共和党建立更较密的关系。Obviously, we're going to have strong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at's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not part of a 51st state. 分离主义者解释讲，因只是咧寻求川普的支持，确保会当来脱离加拿大。长期支持阿省独立的历史学家瓦格纳嘛，甲发声社讲，就算是公投的结果失败，独立运动嘛袂因为安尼就无去。公视新闻新乐杯编译。镜头来看印度的选举，印度总理莫迪的印度人民党测试伫咧西边加拉省的省议会选举大赢，推翻当地已经执政15年的草根国大党。这项胜利是让莫迪的地位更较在，2029年是有可能会当破纪录，变连任第4任。बंगाल की जीत के साथ गंगोत्री से लेकर गंगा सागर तक कमल ही कमल खिला हुआ है。印度4到5月陆续举行4省甲1中央直辖区普渡切里的选举，算票结果总算出来，其中上受瞩目是印度第3大省西边加拉省选举结果，这负1亿人口的东部大省，伫全县草根大会，其实是叫做草根国大党的女性领导人班纳吉执政15年了后，和莫迪领军的印度人民党 BJP 用过半席次压倒性的票数得到胜利。West Bengal, by winning West Bengal, it has sent a message that it is ready to conquer uncharted territories.
总理莫迪甲内政部长沙阿伫选战期间，敢若是西边加拉省有80摆的拜票活动，或者是扫街，成功拓展会团红票仓，同时代表 PTP 除了加坎德省以外，完全支配东印度。西边加拉省国会议员有42席，排名全印度第3大。对2009年下议院选举，甚至甲去年莫迪争取第4任期，拢有正大帮助。BJP has mastered the art of pro-incumbency. It has won in Assam and Puducherry, so it is retaining both these states. 不过，全县草根大会领导人同时也是西边加拉首长班纳时所批评，这是一场被偷早选举。理由是这摆选举进程，选会启动对选民名册清查，删除差不多900万人的选民资格。另外，世界第一民选共产党政府南部克拉拉省，在这摆选举内底，共产党和印度国大党打败，代表半世纪以来，印度的共产党或者是左翼政党第一摆全面退出地方执政。公司新闻红土梅报道。石油的价格大起，世界各国真侪物件也对咧起价。不过，印度有一个农村，到单也是使用牛屎所产生的气体来做燃料。虽然看起来是真乐观，不过煞是颠倒，免烦恼加速起价。牛屎甲拼入去卡桶内底，用水拉拉拌拌搅搅的，再搁行入去灶骹，倒加速会当煮饭。何补煮海夹风扫到单，油载袂出来，互真侪国家惊吓。啊，不过伫咧印度一寡砖头完全无得惊。मतलब सारा काम इसी से होता है रोटी सब्जी चाय दूध वगैरह और थोड़ी बहुत गैस बच भी जाती है तो भैंसों का दलिया भी बना देते हैं इसी पे。伫印度庄卡真侪人斗无天然气的公路，敢若会当用沼气的设备，家己来制造灶骹的加速。啊，沼气是对动物的排泄物，伫咧无上述的环境内底发酵来产生的气体，主要的成分是甲烷。印度自1980年代开始，就伫咧全国来推广沼气，佮补助500多万套的相关设备，就是希望会使当作化石燃料较俗的替代品。这步真正真有效。虽望这个沼气是伫咧农村才会使用，较有歹味，互看做是较传统的方式。啊，不过这届拄好闪过一劫。ज़्यादा इसमें 30 किलो से 45 किलो खाद डालना हूँ, गोबर डालना हूँ सुबह सुबह, पानी में घोल के डाल देना हूँ, सैली पीछे निकल जाए, सूख जाएगी, गोबर खाते में पड़ जाएगी, बेचना चाहो बिक जाएगी。啊，不过沼气占印度使用的能源，敢若一点点啊，所以印度其他的所在，这能源的危机油源是非常的严重。印度每一档爱用3000万吨液化石油气，啊，其中一半拢是爱靠进口。虽望即马政府讲继续供应无问题，啊，不过雅士的乌漆，也搁大家烧钱囤货，就互这继续一直咧起。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新闻界大奖普利兹奖测试公布得奖的名单，真侪甲政府政策有关系报道拢受到肯定。另外，也有社群媒体 Meta 造成这用户去互诈骗。也有人工智慧风险的调查，也拢引起关注。2016年普利兹奖的名单公布，甲川普政府政策相关的报道是摕到真侪大奖。这个报道包含蓝衫影响政权、利益冲突、甲移民执法。华盛顿邮报因为报道川普政府甲马斯克对联邦机构大规模的裁员，也有对国家造成久长的冲击，来得到公共服务奖。路透社是一届摕到国家报道甲重点报道2个大奖。重点报道的作品是亚康 Meta 的安全空拍，然后国家报道奖的作品是咧讲川普发动政治报复的行动。国家报道奖的得奖记者表示，因规套的深度报道做几年，这拢要感谢所有的参与人员。I think in the end we published about 7 special reports that made up this series, which we ended up labeling The Revenge of Donald Trump, which was apt because it covered an array of targets of the president's retribution campaign. 纽约时报是摕到3项大奖，其中突发新闻摄影奖记录加沙地区因为发生战争致死的破坏甲摇机，另外还有报道川普甲家族对总统定期内得到利益的调查报道奖。Staff of the New York Times for deeply reported stories that exposed how President Trump has shattered constraints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exploited the money-making opportunities that come with power, enriching his family and allies.
美联社亚康涉股企业甲中国合作的大规模监控工具的报道得到国际报道奖。明年所大新报报道天主教学校弥撒期间发生的枪击案，这个报道有调查性、佮温暖的故事，摕到突发新闻报道奖。普利兹奖的委员会指出，在北京甲五角大厦限制新闻自由的这当时，普利兹奖的肯定又搁再凸显新闻工作在民主社会当中对抗审查、追求真相的关键角色。国际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同我是苏薇。咱明仔载暗时11点，同一个时间再会。